不是，就念就好了。不是，就开很寂寞，你也叫我来呢。我感觉念了我开多么好玩事。阿杜，你多少钱哦？我看多少？你其实好多啊！你想要不得钱？我领导没上够了。看几人文？看几人文？这个真良心呢？对不起。有人懂吗？白有主，左手给了。更不能够，跟他洗澡的，还能干了。不懂这个。